周吉佩與吳業坤日前一同舉行新歌發佈會。周佩吉和吳業坤哥最近分別推出新歌《Guts》及《愛求生案內書》。為了隆重其事，兩人近日親臨東港，舉行東港城 XTMG 周吉佩及吳業坤新歌發佈會，與在粉絲一同慶祝歌曲發佈。二人在發佈會上分享灌錄新歌的趣事，並異口同聲表示是次全新單《Guts》及愛情求生案內書曲風有別於以往風格，能在港城首次獻唱，期望帶給歌迷驚喜。兩人更與幸粉絲逐一合照，猶如提前慶祝白色情人節。發佈開始前已有不少粉絲持手牌聚集於東港城，正偶像來臨，吉和坤哥登場後馬上與台下觀眾招呼，再分別介紹自己的新歌《Guts》和愛情求生案內。他們又提到今次新歌在唱腔或風格上應該會給粉絲新鮮感和驚喜，更表示聽過彼此的新歌，粒高帽大讚對方歌曲好聽。隨後先由坤哥為坤粉絲昵稱獻唱新歌《愛情求生案內書》，演唱前更到歌曲講述情侶間為了維繫關係而使出各種生招數，於是即場分享了與老婆日常相處的心和氹老婆的必殺技。坤哥又提及新歌 MV 大玩時光流，並分享如果有機會回到過去，想回到人生哪個階段。接着坤哥再送上另一首拿手抒情歌《遠火》，粉絲們跟隨輕柔的節奏揮動手牌，全場洋溢浪漫氣氛。其後輪到吉再次上台，為呼應新歌名 Guts， 他亦與現場觀眾分享自己目前做過最有 Guts 膽的事情。他表示4月將與 Guts 粉絲昵稱一同到陽與海灘的塞班島，準備好 Guts 挑戰各種戶外活動之吉便即場演繹 Guts 及第三人生 Guts 粉的歡呼助威，全場氣氛升至最高點。活動尾聲，為了答謝粉絲對自己新歌的支持，兩人走到台下拍攝全場大照，之後還準備了福利環節，與輪流上台的粉絲一甜蜜合照，令活動於歡快氣氛下圓滿結束。